美国参议院18同意通过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投配协定的实施法案，刷倒来就会交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后就会生效。咱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感谢，嘛强调这个协定会当替台美的未来打好基础。美国参议院18第6月众议院了后，嘛一致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投配协定实施法案。法案正式送出国会了后，会交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后生效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讲，这个协定生效了后，台美经贸往来会有法律效力，这嘛是未来讨论完整贸易协定的基础。台美贸易协议的倡议当中呢，我们来加强这个关税以及通关的便捷化呢，贸易的便捷化，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使得台美的贸易上都能够互惠。台美贸易投配协定包括关务行政、甲贸易便捷化、好的法制作业、服务业各类规章、反诈钱、中小企业这5项议题。不过，在野党立委批评讲，报告内底无看到具体效益甲损失的评估，嘛无关键的关税优惠。台美敢是会向 FTA 更加进一步，也要确认。FTA 重要重点2大重点，第一个市场准入，请问台美倡议有没有让台湾可以多一点进去美国市场？没有。我们乐见台美关系的实质推动，但是也不要言过其实哈。那台美另外一个焦点，就是前美国总统 Trump 顶一日批评台湾，甲美国半导体业的工课抢去。针对这点，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讲，半导体产业的繁荣甲进步，是靠真济国家侪年来合作。那台美一直互相拢是重要的同伴。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复杂、多元的一个供应链的关系。那事实上，不同的国家扮演不同的角色。那美国在先进的 IC 设计，甚至设备，都占有全球这个最重要的地位。我想我们是美国的伙伴，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。王美花强调讲，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客户主要拢是为美国来的，这嘛是安怎美国真欢迎台积电去美国设厂，双方密切合作，才会当促成即马半导体业的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